大家好，今日係12月8號星期一。咁上個禮拜五咧就港股就先跌後升，恒生指數開始跌103點，國企指數跌29點，科技指數跌23點，騰訊跌呢個1.1%，阿里巴巴跌0.78%，AIA 跌0.9%，同埋小米跌0.67%。咁平保升1%。咁開始之後咧，跌幅擴大到150點。但係咧就喺低位有支持，港股反彈翻，上晝跌幅收窄，主要係小米升1.9%，平保升2.2%，同埋紫金升2.35%。上晝收市恒生指數係跌64點，國企指數跌12點，科技指數跌11點，成交816億元。下週由跌轉升，主要都係港股跟隨 A 股上升。有證券商提高嘅評級，平保咧就升6.7%，係升幅最大嘅藍籌，領指就升40點。小米升2.6%。百度計劃分拆佢嘅昆侖芯片上市，股價急升7%，係升幅最大嘅藍籌。中國人壽升5.4%，其他保險股亦都跟隨上升。仲有就係有色金屬上升，江西銅升5.8%，中鋁升5.8%，五礦資源升3.8%，洛陽鉬業升4.8%。恒生指數收市咧係升149點，重上26,000點。國企指數升92點，科技指數升47點，成交2105億元。上個星期五咧，美股就係反覆上升，係微升嘅。道瓊斯升104點，標普升13點，納斯達克升73點。市場咧都係憧憬呢個禮拜聯儲局會減息，所以估計咧呢個禮拜港股會上升。